再来，咱来看流亡海外、西藏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达赖喇嘛。7月初六，伊就要90岁啊。张辉医生提早做生日，伊讲伊的继承人真有可能伫咧印度，而且拒绝北京任何人选。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阮寿的活动有几多千人参加，包括好莱坞的影星理查基尔，一共有超过100位宗教领袖等国际人士。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已经有600年历史，怎么已经延续到第14代达赖喇嘛化身转世制度，是不是还会继续落去？这个问题答案会伫7月初2公布。我得到罗，过去哪里啊？ 达赖喇嘛讲，伊的继任者会是伫中国的境外出世，可能是伫咧印度，也希望伊的信徒拒绝北京所选出任何人。总团佛教徒认为，开悟的圣人会转世继承因的精神遗产。达赖喇嘛讲，伊这边的资讯，自亲的生女甲其他的人分享可能的线索。伫伊过身了，伊的继承人是查甫囡仔，也是查某囡仔，会伫倒位。是看到身边是可是突突的，在假期白天是的，地头呢也是叫人是大家那边在看到植树如可，要个母亲呢，带那个中秋是来用过人。 西藏流亡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迪康在这边强调，西藏特别的文化、宗教甲民族的传承，世界将会直接听到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因为中国若有机会就想要批评佢，而且佫想要制定新的规则甲条件，想要甲达赖喇嘛转世权力掌握伫咧因的手内，当作政治目的的工具。 北京当局捌伫咧今年3月讲，达赖喇嘛是政治流亡人士，根本无权利代表西藏的人民。若是达赖喇嘛承认西藏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但是中国对讨论伊的未来就有开放的态度。因过西藏流亡政府表示拒绝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